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5月初9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箴言第3章5节到12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行正路。司提反伊坚持行上帝呼召伊的道路，所以就算是面对着犹太人做假见证来诬告伊，伊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伊犹原来行这条正路。伫前礼拜六的新眼讲的读经的经文是约书亚书第23章第1节到第8节。经文提到着年老的约书亚，伊来劝解以色列人的话讲：我现在已经真老啊！上主恁的上帝为着恁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，恁拢看见啊！上主恁的上帝一直为着恁来征战。我已经将所有已经征服甲未征服的各国的土地，对伫东边的约旦河到伫西边的地中海，拢分配予恁各支族做产业。上主恁的上帝会互因逃避恁来进前的时阵，伊要将因来赶散，恁就爱照着上主恁的上帝的应允来拥有因的土地，所以恁就爱坚强，接受摩西法律册顶悬所写一切的命令，毋通偏倒，也毋通偏右。侪人会问讲什么话是毋通偏倒，是毋通偏右，要安怎行？约书亚伫接线的经文明白来支持以色列人，特别是针对伫拜偶像的代志顶悬，伊劝解因决断袂当甲混杂甚至袂当摕着外邦的性命。当然有济其他的代志，迄个原则就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原则，就亲像先知以赛亚的话嘛安尼讲着：说使恁伫路的顶悬来犹豫偏倒还是偏正，恁会听到背后有声音对恁讲，这是正路，你爱行伫迄个内面。这是以赛亚书30章21节的经文。伫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，安尼劝勉，就爱专心来倚靠上主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拢爱用上帝的旨意来做标准，伊就会指示你行正路。毋通自作聪明，只要敬畏上主，拒绝做歹，安尼做等于得到良益，会通医治你的创伤，来治你的痛痛。你只要用产地上好的产品来献给上帝，表示对伊的尊重。那安尼，你所做的，你的仓库就会充满才会收成，新酒就会满溢，你的仓库低袂落去。少年人毋通轻视上帝的教示，毋通忽略伊的境界。上主管教伊所疼的人，
亲像老爸管教伊的幼囝，行什么款的道路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就是毋通歪靠家己的聪明。这是一个基督徒所会犯的错误。箴言提醒咱，无论做什么款的代志，拢爱抓上帝的旨意来做标准，毋通自作聪明，爱行伫上帝所指示的正路顶悬。一位伫亚洲的好朋友分享，伊的老母生前伫房间的门顶悬搭一张手写的纸，就是伫今仔日分享的这个图片顶悬。一位长辈受人济人的尊敬甲怀念。伊伫今年的3月才对台湾倒转去到伫美国。伫台湾的期间也甲伊见面几摆，但是转去美国了无偌久，就因为严重的脑出血来安息。伊手所写的稿，才是伊生命中间的写照。所以意思是讲，伊是真正完全照圣经内底教示来去行，来去对待人。伫伊基督徒的品格中间，真正是少有人会通批评的。当然，咱知毋是用来批评的啦吼。伊就是一位生活完全照圣经教导，用上帝的听来听人。会当讲无夸张来讲，伫伊的眼中无有歹人啦吼。伊是一个完全愿意行伫上帝正道的一个信仰的长辈。就亲像箴言所讲，上帝管教伊所疼的人，亲像老爸管教伊的幼囝，领受着上帝的管教嘛，行伫上帝的正道嘛，这是咱要思考的。司提反面对祭司以及被安排来诬告伊的人的面前所提出的质疑，伊一一来回答。伊再次地提到上帝的旨意，嘛再度咧讲到对摩西领袖的呼召，伊怎样跟对上帝的旨意来行，并且上帝安怎来带领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进入到应允之地，代表如何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准备着圣殿所需要的材料以及财物。互所罗门会当为着上帝的圣殿来去做。当然，咱人拢知影，上帝并无需要徛起伫人的手所做的圣殿内底。因为上帝宣布讲，主讲，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踏椅。因会当为我建造倒一种的殿宇呢？倒位是我通安息的所在？这一切毋是拢我亲自创造的嘛？但是人却将这个有形的圣殿当作家己伫宗教顶悬的神主牌，甚至伊的地位来赢过上帝的地位。所以司提反就安尼来提醒因：恁这会固执的人啊！恁的心歪细，有耳孔无要听上帝的信息。恁甲恁的祖先同款，总是甲圣神来作对。倒一个先知无有受过恁祖先的迫害呢？先知宣告迄个公义仆人要来临，恁的祖先却将因杀死。
现在恁又搁要出卖迄个仆人，将伊杀死。恁是接受上帝法律的人，这个法律是对天使所传落来，但是恁却无要遵守法律。犹太人因拥有着这个真壮丽的圣殿，却无愿意来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的批判。圣经记载讲，恁这个假冒伪善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伫要害啊！恁好像亲像擦甲水水的蒙阿布，外面好看，内面却是拢死人的骨头甲朽烂的物件。相款外表看起来恁非常公正，内心却拢堆满虚假甲邪恶。空有美丽外表，却无美好的信仰，因为因的信仰生活并无行伫上帝的正路。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我伫危急的日，毋通面越走毋看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，我求救的时，求你随时应我。因为我的性命亲像烟来消散，我的骨头亲像柴伫火炉内底在烧，我的心受伤，亲像草孤单，含饭拢无爱食。我吐开海产，我消散落目。我亲像旷野的鸟仔，亲像风暴的暗光鸟。我规暝无困，亲像厝顶孤单的鸟仔。我会对着规日侮辱我，提起我的人用我，甲人咒诅。我用火躯准饭食，做啉的拢掺目屎。这是因为你去圣地发受去，甲我举起来，搁下落去。我的性命亲像日赤，亲像草干去。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互人纪念到万代。你要起来人民释安，因为现在是施恩的时，指定的日已经到。你的仆人以爱释安的石头，连伊的头粉拢保守。列国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敬畏你的荣光。因为上主中间释安的时，要伫伊的荣光中间显现。伊压落听散车人的祈祷，袂看见因的困求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听见你的声音，明白你的旨意，也伫你的道路顶悬无有偏离。甲上帝同行伫正路顶悬，不但是基督徒蒙福的路，更较是领受呼召的责任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